好来，乡亲啊，今仔日开工，这个入冬第一波的寒流嘛对咧来。台湾各地气温拢真低，平地上低温伫咧桃园的大溪只有5度1。气象局嘛针对19个县市来发布着低温特报，嘉义以北阁有可能会出现着6度的低温。讲阴暗到拜六的透早上寒，再加上辐射冷却的作用，这阴早暗的气温会愈低，提醒乡亲爱穿好烧。 真正有够寒！入冬头一波寒流报道，平地最低温度出现伫桃园大溪，敢若5.1度；新竹关西、新北树林嘛，敢若5.9度。棒球站8度，是创下今年入冬以来人工站观测上界低纪录。台湾变成蓝色的冻寒值，除了平遥甲连江关，气象局针对全台湾19个县市发布低温特报，所来讲会愈来愈寒。 那我们预期寒流将会一路持续影响到2月1号的清晨哦。那由于是比较干冷的形态哦，所以接下来的低温都比较出现在夜间到清晨的这一段时间，尤其是明天31日的清晨，辐射冷却作用会比今天更明显。我们预期各地的温度可能会跟今天一样冷，甚至会再下探个1度左右哦。因为寒流加上辐射冷却的效应，各地普遍气温是8度到10度，有的到6度。苗栗、中华、嘉南地区体感温度从1度到3度。2月2号当天开始，寒流逐渐减弱，但我们还是预期2号清晨中部以北还是会有10度、11度左右的温度出现，这部分要请大家留意。估计寒流到礼拜才会减弱，不过早暗温度依然真低，提醒乡亲爱穿好袖。